行到户外划拳资源是按人生来就會有嘅需求，同木竹撒片來，唐風吹嘅聲，感受自然嘅力量來安慰人當開嘅身心。也咪係現代人後遠離都市到戶外旅行嘅理由，同腳步變慢地位，同煩惱甜兩體，一下愛到哪去旅行較好呢？有當人有閒就會到南莊行行啊，溜溜啊。講到南莊，唔會想到乜嘅呢？啲鴉片有一個神秘嘅江江花園，一日到山度就從喺行到加拿大嘅布查花園麼？亦係花園嘅主人黃美珍用自己想法，希望改花園，同土地裝點出繽紛嘅色彩。今半日有幾許可，將有機會行入嘅照片當中哦。歡迎來到我江江嘅花園哦。咪咪，好下來。呢隻花園頭擺係一隻水池。差不多有1500平。因為我去加拿大，看到加拿大的布查花園，我就想到講，呢隻為啥佢也係一隻弟弟，於是我就說服我爸爸講，幫我嚟做花園好冇？呢隻花園，做好多年下，差不多有15年的時間啦哈。太陽的種類差不多有200-300種的種類，確實的激動我咩唔知，也唔是去算計。按到發包哦！你看，還講哦，跳舞女郎，佢生活中啊，這個老境差不多去出生，佢可以開到年出去哦，長途可以到2尺，就是慢慢的硬開，啊，有唱跳舞女郎，啊，呢個係我最喜歡的一種植物，按到龍骨蕨哈，佢可以創到1層的高哈，當初像安尼的龍骨咁樣哦，呢係我來的植物啦哈，還可以啊天竺葵，呢係我最愛的一種花，佢都歐洲哈可以講有盆花之後的稱號，我總係會喜歡佢呢，因為佢清奶哈，佢東顏色的哦，只要光線拉佢就會開到暗漿。去年的哦，去年種一盆哦，你今年就變成暗台盆，不管是幾處開花本你看哈。有暗台嘅花園，本人知道當玄仙。不過我好奇，你也將花園嘅背後，美珍姐應該係有請人來聽數維持照顧環境啦。真到人們夢來講。我哋花園安泰到底係萬人同來聽書的，其實哦，我自己做添啦。因為啲我喜歡做嘅投資吼，親難講哦，我白行寫出嚟很配合嚟做哈。我嘅看法就講，像人呢啲就花園是像人哋做花樣樣嘅，花樣樣。每隻花架呢，佢要夾嘅風格，夾嘅風格冇法度哦，要配合嚟推變。啲花園嘅風格咪咁樣哦。也是屬於我自己的風格哈，一困難講很配合來做，配合做出來的味道就唔係按樣型的。花園地步度哈，要豐富的話哈，應該是講有的會木本，有的會喬木，有的會灌木、小灌木，過來就是草本跟花卉。草本是講一年生的草本哈，比如講你要薰衣草，提出1年生的草本哈。因為佢嘅開花的時間非常的亮麗哈，跟花園而講的時間哈，少不了就是需要1年生跟草花來配置哈。像那瑪格麗特佢係多年生呢，啊，你出可以到佢1年生、多年生，韓國啲樹誒，啊，到佢配置強下。當然唔係講一下就完成，一段時間知道講啲花園。感覺哦，你特別有下空咧，也係講高土唔拉，啊又會按個種地會收誒。好，像呢條垂枝女針吼，
快拍花有香味哦。本来我哋只法院非常的空旷空旷光线久的时间，种法就会清讲但是总係感觉讲个层次唔拉，我说我5年前有种了头垂枝女贞，你种到去以后呢，其实减退个法院的开阔感，法院不管是出来去做调整啦唔係讲种到去，就唔是去管理佢也係挺重要嘅一件事情。台南唔得啦，要法院不管是就有些會種。想想春夏秋冬，都做得啲像圖畫共樣嘅花園地度過日的，也係幾幸福嘅事情啊！不過浪漫嘅背後，全係用汗水換來嘅。多嘅時間，冇法度浪漫。浪漫只有是做活的時間法快樂清講的時間，那有可能浪漫。做些的時間規身汗一樣係浪漫但是呢，做好的時間其實呈現出來的色彩也一浪漫啦對細妹來講你仲係寫一處衝我這個下巴係咩力不從心。有骨會差唔多，韓國椎間盤會突出啦，有一擺就椎間盤突出，動肝骨。但是寫冇做又做唔得，做按樣寫做久了體力也練了以後，所以像板也盤的啦，一家一啥板都冇問題。但是體力方法，我按做。性格就像係藝術家，按隨意，按自由自在。其實對人生沒冇長多一天嘅路線，那片有路，佢就向那片行。讀到表沒冇相干，轉一個彎，點都本家人生變得更加豐富多彩。29歲嘅時間就像我講，老人家需要人照顧。故所我就喺台中搬轉來呢位順豐帶28萬，就起到2間屋嘅，2屋嘅每一家起嘅自力造屋當時轉來嘅時間，其實我哋唔知講我到底愛靠買為生咧但是呢，客家人就有勤儉嘅個精神我想講，我從細就到呢搭嘅睇，有一雙青山芒嘅樹我相信。我唔會餓到就因為咁樣嘅信念故所我轉來30年多了我咩咁樣生活到以後，也係我第2間嘅屋企因為我去英國轉來以後，我是想到講我要用西方嘅方式來起呢間屋嘅，因為呢間屋嘅係高腳屋跳高嘅，故所呢大廈呢就。係我點隔壁嘅會所，沙田就呢邊還有一間係第3間，第3間係用磚嚟結嘅，也係我自家結嘅結得唔係講輕薄，但是講很用得。就咁樣停定興趣來做事情，你真係為自家留守打造出5棟各有特色嘅江屋嘅，還重點做夢想當中嘅體驗。也按強嘅數字，除咗自家本身就有嘅藝術感以外，未受到生種嘅欣賞帶來嘅啟發。然後從細對啲環境狀態也有關係啦從細就接觸了花花草草，我很細嘅時間我就常常會去山洞，會去。後頭嘅花啦、草啦，摘一把啦，轉去炒。也是我從細嘅時間我就會做嘅事情可能基因底背度對啲美的事物可能有我自家一份的見解。一間細細嘅花園樹那度，萬乃都係搶食嘅景象。
空氣當中含有當香嘅咖啡味絲，也有係味噌子人生當中嘅一筆意外嘅轉彎。因為呢隻空間，我不用青島嘅吃不得了，感覺上都是會有嗰種喝咖啡的氣氛。青島人來到，尤其係朋友啦，來到咧，朋友又帶朋友啦，朋友又帶朋友啦，咁開始對外買咖啡。我本來唔係愛買咖啡嘅，買咖啡唔係我本意。我這個內心啊，想要做嘅事情係喺種花。買咖啡，佢不過係一種嘅媒介哈。透過了咖啡，可以使得一度嘅都市人可以落來到呢位。充滿生命嘅植物，本人帶來當難形容嘅歡喜。高野豆花花草草帶來嘅正能量，咪持續嘅支持味噌子對園藝嘅熱情。英國有一個學者，佢講用腦嘅人最好嘅療癒就是拿剪刀去修剪枝條，修剪了植物嘅過程當中就是很好嘅療癒，唔是講法，安安輕輕修剪，對我自己個人來講受到非常非常大嘅一種心靈療癒的一種嘅行為啦。只有你自己親自親為你這樣可以感受講這個療癒到底有多深啊！哎，我抓到一隻蟲啊！你看，養蟲嘿，我係養蟲嘅，我就冇法度種法。我等下又看到一條蟲嘅咧，你看這條，它有那個保護色，有沒有？它跟這個的顏色是一樣的，保護色。以前我個性當急，我會輕短的時間就會想過殺啦，你要去做，該要去做。因為中間會做輕度的事情，腳步冇法度比較慢。接觸了植物以後我有層感覺就是萬物的這個節奏唔係講你人為就能夠去改變它的。你係我學習心態的一種改變，就順應自然。花開到長長，洋溢嘅自然就會變過來。夢幻嘅花園，設想到非常多嘅人來到一片看花看草，感受花園嘅獎。唔過，就喺2017年嘅6月份，三福用花園貼出延期愛釣魚參美嘅消息。味噌子總算再過一擺，同夢想天梯自家南進來。休息係本了環境休息也本來自家休息，因為我從事咁樣嘅生活30年來，人生冇幾多隻30年，我就想到講停下腳步來，好好去體會一下回到初心啦。如果我當時賺了不卡，我真正想去過嘅生活，就係啲我想去過嘅生活，就是種花本自家看唔係為了人下來種花。種花係自家氣氛，自家氣氛種出較冇壓力。你講種本人看就有壓力，我哋下就講先休息一下，先為自家種花。我真希望坐到了搭嘅，因為可以看對面的山，能夠看了草皮，非常的吃彩，蠻久。我當期待，等味噌子了禮拜過後，花園度做得再個看到將花盛開嘅時節，也坐山上花園，就坐得再個同大門打開來，本人同園藝，啲也有美好嘅相會，療癒大家嘅心。下段節目，我到新竹嘅寶山參加新出名朋友嘅園藝療癒活動，同時每愛來關心一群對國外來到台灣生活嘅朋友，你新嘅家人嘅心情還有感受又係乜嘅呢？了一下，聽聽進來哦。
亲近大自然，体验自然嘅美好，係每本哪一個國家嘅人都有嘅共同感受。當神奇，當赤腳，唔是講話，大家就做得感受到大自然嘅美好，也就是無差別嘅對待。今本日來到新竹寶山鄉，因為華僑新竹科學園區，嗰首一片本人喊做竹科後花園。寶山一到年都會當到新出名家人，一到新家人離開熟絡嘅屋企到台灣生活，天初會有當到是有適應嘅地方，天初會遇到辛苦困難嘅事情。按出來談看啊，也到睇台灣嘅故事。喝我煮的咖啡會比較幸福。林峰係對海南島加到客家莊嘅客家心橋，單純又熱情嘅性格，本佢搞到當到好朋友，同鄰舍鄉親，還有同樣對國外嫁過來嘅姊妹都有親好嘅感情。今本日就係幾位好姊妹主辦嘅一場演藝療癒活動。因為我們之前培培老師有來開過一堂課了，我那時候上完以後，我覺得還蠻感動的，所以我就想說，跟培培老師討論一下哈，然後我們可以來辦一場，給為我們姐妹開一堂園藝的一個療癒課程。看看你們前面的這些植物，因為我們知道哈，其實植物不分國界，對，植物呢最主要是要透過我們的五感，五感呢你可以透過眼睛，然後你可以透過鼻子來聞一下它的味道，還有呢。用你的手呢去碰一碰它，每一種植物呢，它都代表的不一樣。好，今天呢，其實我帶了葉形不同種類的植物，一方面也是希望讓來自不同國家的新住民的姐妹們，讓他們知道，雖然我們來自不同，可是呢，每一個葉片我們都各自有精彩。如果剛好這個植物也是他家鄉有的，甚至於他的環境，他小時候就有的，這樣一份的聯繫啊，是很大很重要的安慰。好，這個叫做左手香，在你的家鄉有這種植物嗎？有啊，有嗎？有，好有很多。以前咳嗽的時候，我媽說這吹給我們喝的。哦，真的，我有喝過這種。這個呢，常常吃，是不是？還小時候在常媽媽逼我吃，所以。聽到皮峰先生熱情嘅手機，每一位姊妹都當專心，沒當有反應。到底今本日嘅課程會變做大家心肝肚嘅禮物嗎？這個也是有代表我先生吧？對，因為它是那個芭樂葉吧，它有味道，我喜歡這個味道這樣子。因為我先生也是比較實在的哦，實在的人，腳踏實地的人，所以我就去選他這個葉子，芭樂葉啊，它也很芭樂。你都講出來是嗎？他實際我真的超意外的，因為沒有想到說他們透過這個課程的反映出來是他們另外的一面，透過這些五感的這種花花草草進來，我們訓練上也會沉澱下來。對，因為平常我們可能就忙工作啊，照顧小孩啊，所以就是會有一種情緒可能會有時候會比較躁。透過老師這個課還蠻療癒的，所以我覺得姐妹們還蠻開心的。真的很想看到他們兩個。人生無窮用嘅一杯過後，看到很多嘅顏料變上來，一條姊妹全部都當有興趣，大家好奇嘅聽聽歌，看看啊，有位個春陽嘅神奇嘅結果。所以像這樣有回到小時候的感覺。對，好玩。注意力會比較集中在上面，不會胡思亂想。所以其實要是有這個平台，應該超療癒的吧？我可能不用去看心理醫生了吧？拓印，而且我用的方式是用彩繪的拓印，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簡單，越簡單的東西。當他們把每一種葉片透過它的顏色，透過它的紋路，然後呈現出來的時候，可是那個喜悅，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是對自己很滿意的。跟顏色。我看你，哦，這個成功，這個成功，這個成功，這個我成功。就是，你家的藍色。哎，還不錯，耶。很漂亮啊。哇！好了，人際關係圓滿。植物是大自然的一部分，那個東西好像就是大自然賦予的力量，通過這個東西來傳遞給我。我覺得這是很自然的一種方式吧。
自己的情绪呈现出来，就像疗愈的那个过程一样，就是好像对我来讲是一种释放。多数香串联出大家寒舍时节共同的记忆，就像是系统身体的开关共用，本身心都甜同起来。無論大家嘅生活經驗有相同無，喺大家專心做發通嘅時節，每一個人都將純正嘅聲音嚟共用輕鬆，流出歡喜嘅笑容。平安台根本一個演藝療癒，撒下來再看看啊，客家吃會新美好。根本一個講法語，又有用嘅新法語呢。多數香唔但唱清香，又有藥用實用嘅植物屬性，當唱客家人故事嘅性格。根本日愛用多數香來設計法語，小比先生愛用嘅表現多數香呢。唱小比，佢唔但唱係台灣嘅法語舞王，還出國比賽幾下擺，俾外國人看到佢優秀表現。大家好，我係長小薇，今日老特色介紹的植物係左手香。用來到左手香做一個漂亮的作品呢，它搭配的材料裡面有蝴蝶蘭、羅漢松、圓葉椒草以及玉陽石。我們先把水草覆蓋在我們的左手香裡面。左手香先给它包成一个圆球，让它的土壤不会跑出来。我们做了一个球，兰花我们也是一样，用这个水草去缠绕，一样这个缝衣服的那个线，啊，用水草包起来，保护我们兰花的气根。好，就完成我们的胎球的一个做法。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做呢？我把蒸笼当做我们的容器。首先，我们先把我们刚刚缠绕好的这个兰花，就把它放进来。有没有像在蒸东西的感觉？好，我们再把刚刚我已经缠绕好的玉阳齿放进来。为了要让它固定，我会做 U 片的手法，用兰花的铁丝把它卷成 U 型。好，放的原则的话，就是有一点高低层次。就像造景一样。好，今天的主角是这个叫左手香。好，那我们转过来，把它放在这个最焦点的地方。那如果有看得到洞的地方，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圆球，这个也可以做一个装饰性。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我们看到口的地方，有没有像蒸那个捏半空笼哈？好，今天用到手香完成了这个作品，我给它取名叫蒸蒸日上。太子岩之所以做得暗挖群人心，係因為看到美好、感受美好，無人會唔中意。將6世紀為唔同次元去撮橋，透過每一個人嘅故事，本看到行卡多嘅綠色造福力量。